Oh! C'est un malade. Oh non, gros! Oh! Ouais, mais il y a son pote, il va se faire tirer dessus. Il est trop con, le mec qui a l'arme. Le mec il est hyper courageux. Oh! Wesh. Oh l'enculé, il a pris une deuxième arme. En gros, il a récupéré l'arme du mec qui... Tu sais, il l'avait pris dans sa main là. Mais il y en a un deuxième là, ils sont tous les deux sur le bridge. Oui, oui, j'ai vu. Tu les vois les deux? Ouais. Les gars, je comprends pas ce qui se passe, gars. Je suis terrorisé. Mec, c'est un attentat, frère. Eh, il y en a un, il est en dessous du bridge. Mais genre, c'est un attentat devant nos yeux? Ouais. Gars, une minute de plus, on était dehors. 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日我哋一齊探討一宗令全球震動嘅慘案，一場喺澳洲悉尼邦迪海灘爆發嘅恐怖槍擊事件。呢件事唔單止係一樁血腥暴力，更係對人類尊嚴同多元共存嘅嚴峻挑釁。想像一下，一個陽光燦爛嘅著名海灘，本應充滿歡聲笑語嘅節慶場合，眨眼間變成充斥尖叫同血跡嘅地獄。呢個畫面唔止令人心碎，更敲響咗警鐘，提醒我哋仇恨嘅種子一旦扎根，就會帶嚟無盡災難。事件發生喺猶太教光明節第一日，海灘北端嘅亞設公園正舉行海邊光明節大型活動，上千人聚集點蠟燭、唱歌、分享食物，慶祝呢個象徵光輝驅散黑暗嘅節日。本來係溫暖團聚嘅時刻，卻因槍手鎖定猶太社群而染血，造成至少15人喪生、40幾人受傷。呢啲數字背後係無數破碎家庭同永恆傷痛。要深入理解呢場慘劇嘅根源，我哋必須回溯更廣闊嘅國際同本地脈絡。自2023年10月以巴衝突爆發以嚟，中東地區嘅戰火唔止摧毀家園，更如野火般點燃全球反猶太主義嘅浪潮。加沙地帶嘅持續衝突放大咗歷史恩怨，令偏見同仇恨跨洋越海滲透到各地。澳洲作為一個以多元文化自豪嘅國家，本應係包容典範，但近年反猶事件急劇攀升。猶太社群報告嘅仇恨犯罪比以往10年多出數倍，包括會堂被縱火、學校受威脅、街頭示威充斥反猶口號。悉尼作為澳洲最大城市，猶太人口超過4萬人，佢哋長期活喺隱形恐懼中。有人形容呢種氛圍就係溫水煮蛙嘅危機。政府雖然設立專責機構對抗呢種偏見，但報告顯示，過去2年反猶投訴激增3倍，社交媒體成為仇恨散播溫床。專家指出，呢種趨勢唔單源於中東政治，更係長期累積嘅誤解同極端宣傳所致。光明節本係猶太人紀念古代反抗壓迫、爭取信仰自由嘅節日，點燭儀式代表奇蹟同希望。但正因呢個神聖意義，佢成為極端分子嘅攻擊目標。呢場槍擊唔係隨機，而係有預謀嘅針對性行動。槍手瞄準戴傳統頭飾、聚集慶祝嘅猶太人，從目擊者證詞同警方證據都清楚顯示，呢類攻擊絕非單一例子，而係全球仇恨本地化嘅爆發，反映國際外交如何影響地方社群，激化對立分化。鑽到事件核心細節，呢場攻擊嘅兇殘程度同策劃精密，令人髮指。事件喺當地時間下晝6點45分左右爆發，邦迪海灘北端亞設公園人聲鼎沸。
活動進入高潮階段，上千人圍住巨型蠟燭台，高唱節日歌曲，分食油炸食物。細路仔玩陀螺遊戲，氣氛喜慶融洽。突然，從附近人行天橋傳嚟密集槍響，兩名槍手身穿深色衣物，手持長槍，從高位向下掃射，彈雨傾瀉持續大約8到11分鐘。目擊者回憶，槍聲混雜尖叫同奔跑腳步，有人倒喺沙灘血泊中，有人抱住孩子沿海岸狂奔，有人翻滾入水求生。槍手使用半自動步槍，射程遠達50米。精準鎖定猶太標誌，壓住仇恨口號，顯示明顯預謀。現場混亂不堪，急救人員同路人即時施救，有人用毛巾止血，有人撥打求援電話。警方反應迅捷，特警小組5分鐘之內趕至，同槍手展開激戰。其中一名槍手喺天橋被擊斃，另一名試圖逃脫但中彈倒地，隨即被捕送醫。目前情況穩定，但喺嚴密看守下接受審訊。槍手身份經警方確認係一對巴基斯坦裔父子，50歲父親薩吉德亞克拉姆同24歲個仔納維德亞克拉姆。佢哋居住喺悉尼西南部 Bonnyrigg 藍領社區，表面平凡，但隱藏極端思想。薩吉德係貨運司機，持有6張合法槍支執照，本用於狩獵同射擊。但調查顯示，佢哋改裝武器成軍用級，儲存喺加澤地下室。納維德更係調查焦點。6年前因涉嫌同悉尼 ISIS 分支聯繫，被澳洲安全情報局 ACO 列入監察名單。當年證據顯示，佢喺網上論壇散播激進內容，同自稱澳洲聖戰者人物頻繁通訊。雖然冇起訴，但呢次事件證明激進化風險從未消退。警方突擊搜查佢哋2處住所，包括 Bonnyrigg 主宅同 Campsie 出租單位，發現額外3支步槍、一批彈藥同2個自製爆炸裝置，已由爆破專家拆除。彈道比對確認現場彈殼嚟自佢哋武器，冇第三人涉案。但納維德手機記錄顯示，策劃至少3個月，監視過多個猶太活動，甚至試探其他目標。呢啲證據唔止揭露個人動機，更指向更廣泛恐怖網絡。澳洲反恐單位正擴大追查潛在同謀。呢一場攻擊暴露監控漏洞，明明早有警號，點解未能夠防患未然？喺呢場黑暗中，人性光芒依然閃耀。一個43歲穆斯林水果攤老闆艾哈邁德亞爾艾哈邁德成為全國英雄。佢喺海灘邊擺攤，聽到槍聲之後唔顧安危，從後衝到槍手後面，徒手撲倒納維德，奪走武器。雖然自己肩部中彈，但成功拖延攻擊，救咗10幾人命。艾哈邁德事後表示，見到細路倒地就唔能夠坐視不管。呢個故事廣泛傳頌，成為對抗仇恨嘅象子。另一邊，現場急救志工同警察展現專業。一名女警保護咗5名兒童，獲頒英勇勳章。呢啲細節雖然無法抹除傷痛，但證明即使最惡劣時刻，勇氣同互助從未缺席。呢一場慘劇影響如漣漪擴散，觸及澳洲社會每個層面。首先政治層面，澳洲總理安東尼亞爾巴尼斯即係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形容呢係國家黑暗一刻。全國公共建築降半旗3日，悼念15位受害者，包括10歲女童。一個社區拉比 Elish Langa、大屠殺幸存者 Alex Kleitman 同多名以色列同法國公民，死者年齡由10歲至87歲，多樣背景突顯攻擊無差別殘酷。新南威爾斯州州長克里斯明斯宣布，邦迪海灘短期封閉，部署額外1000警力巡邏猶太區，並且承諾檢討槍支法例。雖然澳洲自1996年亞瑟港慘案之後實施嚴格槍管，但合法持槍者轉為恐怖分子，暴露審批同監控漏洞。議會預計推動新法，加強背景調查同武器追蹤，預算達數億澳元。經濟衝擊同樣嚴重，邦迪海灘年吸引500萬遊客。事件之後關閉，導致酒店入住率暴跌30%，當地商鋪損失逾1000萬。猶太相關企業股價波動，投資者信心動搖。更廣泛，澳洲經濟面臨反恐開支壓力，預計5年內額外撥款20億用於情報升級。
社會層面，呢件事加劇分裂，猶太社群陷入恐慌，多個會堂取消剩餘活動，有人計劃移民以色列，形容澳洲唔再安全。同時，穆斯林社群憂慮反噬。雖然伊馬目理事會第一時間譴責暴力，但網上仇恨言論湧現，導致跨社群對立。教育專家呼籲學校強化反偏見課程，社區推廣對話論壇，試圖修補裂痕。但調查顯示，事件之後1週反穆斯林投訴上升1倍，證明仇恨循環兇險，國際影響雪上加霜。以色列總統伊薩克·赫爾佐格譴責呢一係殘酷反猶恐怖。總理班傑明內塔尼亞胡直指，澳洲承認巴勒斯坦國等政策助長仇恨浪潮，引發外交爭議。澳洲外長回應強調中立。法國總統埃曼紐馬克龍對法國公民喪生表達哀悼。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加拿大總理賈斯丁杜魯多發聲譴責，並且加強本國光明節安保。紐約增派2000警力，倫敦猶太區全天巡邏，柏林取消戶外活動。連英國國王查爾斯3世都表達震驚，讚揚澳洲民眾團結。呢波反應唔止外交表態，更是全球猶太社區集體創傷。從巴黎到洛杉磯，哀悼集會湧現，呼籲聯合國調查反猶趨勢。呢件事亦都打擊中東和平。美以聯盟強化歐盟推動新反恐公約，顯示恐怖威脅跨境性，從心理同文化視覺影響更深刻。受害者家屬面對無盡悲傷。拉比伊利 Schlanger 遺孀喺追思會哭訴：光明節本該喜悅，點解變成血祭？呢種噩夢成真感覺喚醒二戰陰影，令猶太人質疑身份認同。兒童心理專家警告，幸存細路可能患創傷之後壓力症，需長期輔導。另一方面，事件成媒體焦點，紀錄片同書籍湧現，討論仇恨從網上滲透現實。澳洲文化界發起光之聯盟運動，要藝術家創作反仇恨作品，將悲劇轉化療癒。但挑戰猶存，極端分子借機招攬社媒仇恨貼文激增，證明數位監管迫切。回顧呢個案件，因由根植全球宗教衝突本地化，細節揭示計劃性恐怖，影響波及政治、經濟、社會心靈，16條生命就咁喺海灘消逝，代價太沉重。但正如光明節油燈，縱油少火焰持久，我哋唔能夠止於哀悼，而要化痛為力。政府強化情報共享，打擊激進宣傳，社群推動跨信仰對話，拒絕刻板印象。每個人從日常傳播包容。澳洲曾經從1996年槍擊崛起，成槍管典範。澳洲人今日一樣可以從邦迪海灘嘅悲劇中重新站起嚟，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團結，證明團結勝分裂。俾我哋以受害者為鏡，點亮更多蠟燭，驅散仇恨陰霾，共建真正和平世界。感謝大家聆聽，願希望永存。